阿宪工作室还是跟你看跟电池有关系的，你看电工啊，修理电扇的，你看电池的、电扇啊，点焊机啊，充电啊，制作电池。电锅呢？电锅的维修呢？电锅有那个发热器，坏掉，有的发热器会坏掉，一个圆形的，连接那个插头，这个里面那个弹簧，金属弹簧，它充电的高热高温，它外壳可能是银铝还是什么材质，把它包裹，它通电会高温高热。